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来看约拿单甲大卫的故事吼，因是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吼。咱也透过安尼来思考，伫咱的人生中间，要去结交好的朋友，以及要怎成做别人好的朋友。咱知影朋友伫咱的生命中间，会当扮演真重要的角色。咱若有一个好的朋友，一生拢得到祝福。但是，若倒边来看，咱若去交到无好的朋友，也有可能会影响咱一生的命运。朋友伫咱的心理层次顶面，至少拢有影响。若有一个真好的朋友，会当互咱得到心灵上的鼓励，互咱伫迄个拄着困难的时阵，袂去感觉孤单无依靠。所以有时阵，咱有真侪代志无一定会当对咱厝内底亲密的人讲。但是，总是咱若有真好的朋友，咱需要帮助的时阵，伊拢会当诚做咱做伙帮助。而且，好的朋友会当丰富咱的生活，互咱的生活充满了色彩。所以咱要进入以色列人上介介意的国王大卫进前，咱先来看大卫的一个好朋友约拿单。咱也透过安尼来学习，要哪得到一个好的朋友，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求的主，阮感谢你，你赏赐你的话互阮，会当成做阮生命的引带甲帮助。主，阮只是要认真注心来听你的话，求你互阮有智慧。我会当真实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也当照安尼去行，互阮领受祝福。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大卫甲约拿单因有真纯真高尚的友情，咱要看因中间的迄个感情咱会当对约拿单见识了大卫为伊写的诗歌中间，去知影讲，因确实是有真深的感情迄感情是超越过一般人的感情咱看见着，伫这撒母耳记下卷的第1章，当约拿单战死了，大卫写诗歌来纪念伊中间伊安尼写，伊讲我的兄我的大兄约拿单我为你哀哭，你对我非常亲爱，你的亲情何其美好，远远赢过妇人人的爱情，所以因中间迄款兄弟的感情，已经超过迄个，甚至超过夫妻的感情，超过男女中间的感情。这款的感情，实在是真宝贵的一种感情。但是咱若详细来看圣经的中间，因两个人的故事其实咱发现因两个人咱诚做好的朋友，实在是真特别因为因根本无诚做好的朋友的条件。咱若详细来看那照一般的人的想象因两个人毋是好的朋友，应该是互相对敌而且是万分真心的对敌为什么？因中间存在着真大真大。咱讲友谊的鸿沟啦，就讲无可能诚做好的朋友，因为中间迄个存在真大真大的隔离啦首先，咱来看几项，第一，因的出身的背景有真大的差别。咱知影，若要结亲情要交朋友伫古早迄个时代咱讲大卫迄个时代咱讲爱讲究迄个门当户对啦门当户对，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若迄个伫迄个时代，迄阶级嘛差真济，思想差真济，价值观差真济，迄无可能诚做好的朋友但是咱若详细来看约拿单甲大卫因其实因的出身是差真济。约拿单是扫罗王的囝是尊贵的王子，伊的老爸扫罗真重视约拿单。咱若照例看啦扫罗一定会将伊的王位交予约拿单，所以伊是伫王宫内底尊贵的王子啦。
那大笔咧，大笔无共款，伊是普通人亚西的囝，而且大笔吼有7个大兄，伊亚西8个囝中间，伊是上介微细，上介细迄个。伊厝因老爸就派伊去雇羊，其实咱若看其实咱会当理解来讲，因老爸其实无真重视大笔啊，咱对一件代志会当看咱若去看迄个撒母耳受到上帝的感动命令爱去亚西的厝来高抹一个伊的囝做王的时阵咱会当看出，其实大笔伫因兜是算至微细。因为撒母耳去到因厝伊就问讲你的囝对亚西讲讲你将你的囝拢叫来我要对中间拣一个人来高抹伊。结果7个囝拢行过上帝拢啊撒母耳讲拢毋是因。撒母耳来问讲你敢有有囝？伊讲有一个上介细我叫伊去雇羊所以咱会当理解来讲，伊老爸眼中即个大笔是至微细根本都无即种重要的场合，无需要伊出席所以咱会当理解来讲，因两个人出身背景是有真大的差别。一个是真高贵的王子，一个是普通百姓，中间厝内底上介微细迄个囝。第二项咱来理解伫大笔甲约拿单中间因的名声威望有一个奇妙的转变。咱来理解头起的时阵即个约拿单伊的名声威望是非常悬得到百姓真大的爱戴。咱对一件代志会当了解咱若去看撒母耳记上卷14章，扫罗甲约拿单出去征战的时阵迄个时阵扫罗下一个禁令什么禁令？就是讲小战无赢进前，所有的人拢袂当食物件。但是约拿单毋知影这个禁令所以伫妖恶中间，伊就去食一寡香蜜，犯了扫罗的禁令，所以照例扫罗就要来处死伊。结果百姓因为听约拿单要求扫罗毋通处死，爱保全伊的性命。咱可见伊受到百姓相当的爱戴，所以原本对这个约拿单的名声威望是非常悬但是头起这个大笔是一个无名小卒，但是咱了解后来发生一件代志了，这个情势煞有一寡转变，就是大笔去拍败迄个以色列人真惊迄个非利士人，迄个真权大的大汉人叫做歌利亚。因为发生这个事件了两个人的声望煞一时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咱看迄个时阵大笔就开始得到百姓的爱戴所以咱看见到百姓就开始做歌来学罗大笔。这个时阵约拿单就慢慢消退，伊的名声慢慢消退。咱来想看卖如果你若伫一个班级中间你每一遍拢是考第1名的，有一天你煞叫最后1名的去超越你，迄个处在你的地位，伊变做第1名，你慢慢消退，慢慢消退。这时阵你敢袂讲袂怨妒伊？所以这个名声威望的转变其实一般人来讲约拿单一定真怨妒大笔所以有这款真济的这个限制第三项是上界重要的一项，就是王座官位的竞争啦伫迄个时代原本咱若照迄个圣经的故事来看扫罗王就是要将王位交予伊的囝约拿单，但是这个时阵有一个竞争者大笔出现。咱会当对历史的一寡故事中间看见到，关系这王位的争端一向是上界可怕的代志。咱看历史上有偌尼侪人为着要抢到这个王权使用各种的计谋手段，甚至有家己一寡亲兄弟互相相杀的，有亲爸囝互相伤害。所以咱会当理解讲，
王座官位吼，对人的吸引力啊。啊，这个时阵有两个竞争者，你想讲这两个竞争者，够可能成做好的朋友？无可能嘛。所以大卫甲约拿单中间吼，就出现这三种真重要的矛盾甲冲突。但是吼，咱却无法度想象的，因两个人竟然会当突破这么多限制，这么大的限制，来成做一个好的朋友。所以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吼，因两个之所以会当成做好的朋友的四个真重要的特质。啊，咱若要找朋友吼，就爱往这方面去找。啊，咱嘛爱互家己成做即款别人的好朋友吼。第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吼，因会当即个跨越鸿沟的疼吼，第一项是因为因拢相关敬畏上帝。吼，咱看圣经中间吼，约拿单甲大卫吼，因两个人拢有真坚定纯正的信仰吼。咱对圣经中间的描述，咱会当明白，因两个人拢是敬畏上帝的人。因为吼，迄个时阵吼，人上介大的危机就是处于征战的时阵。咱对因咧征战的时阵吼，得咱看出因的信仰的品质。吼，咱看见着约拿单去甲非利士人征战的时阵，伊安怎讲？伊讲：我确信上主会帮助我。如果伊若帮助咱，啥物人拢无法度抵挡咱。吼，无论咱人数偌济，上帝得较互咱胜利。所以表示讲，伊咧征战就是完全是倚靠上帝。啊，咱来看大卫嘛是相共。大卫去甲歌利亚征战的时阵，伊对歌利亚讲：你来拍我，是用刀、用矛、用枪，但是我拍的是安那？是奉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名。所以，因两个人拢是倚靠上帝的人，拢是敬畏上帝的人。而且咱看见着，当因征战了吼，因拢将荣光归乎上帝，拢无互归乎家己。所以，就是因为因生命中间有即款的特质吼，因伫上帝面前就抓立约，诚做生死之交吼。两个人拢因为敬畏上帝的缘故，所以无法度违背因伫上帝面前的约束。两个敬畏上帝的人，诚做朋友，因的友谊一定是坚固的。因为敬畏上帝，就当维持纯正的友谊。因为敬畏上帝，因就袂互相背叛。而且吼，敬畏上帝的人，若结交诚做好的朋友吼，因会产生一种力量，会去影响别人，甚至带予世界真大的祝福。牧师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吼。我望咱去找一本册来看吼，这是张文亮教授所写，叫做《兄弟相爱汉山河》吼。这是咧写一个人的故事，叫做威伯福斯的故事。伊是18世纪末甲19世纪初的一个人，伊是出自一个真富裕的家庭，所以伊21岁伊就做英国的国会议员。但是因为伊有真纯正的信仰吼，所以伊伫即个国会议员中间，因去找总共有8个朋友吼，是无共款的党派，因结做伙叫做克拉彭联盟吼。因为信仰的缘故，因结合做伙，希望讲用家己的专业来推动祝福别人的这法案。咱知影国会议员其实有真侪优势啦，因为因若推动的法案会当帮助一寡资本家，伊本身能得到真大的利益啊。但是因这8个敬畏上帝的人，因常常聚会，常常祈祷，常常追求上帝的带领，所以因希望诚做国会内底的良心。因所推动的法案，就是会当利益伫一寡弱势者，帮助一寡较大众需要帮助的这公共的法案吼。其中因所推动的一个上界重要的法案推动上界久的、影响上界大的法案，就是叫做禁止肉类贩卖的法案咱简单讲，就是解放解放黑奴的法案因经过18年的努力，因这8人承受真大的压力来推动。
18年的努力了，最后将这个已经延续1000年，无人道的制度来破除。啊，就是这法案伫要通过开始初步通过的时阵，胜利的时刻因遮人要做伙庆祝出去找无韦伯福斯尾伫这个议会的一个角落中间看见着韦伯福斯跪伫遐，规个人流目屎，因走过要甲伊做伙庆祝欢喜，看见伊伫遐咧祈祷，伊祈祷啥？伊祈祷讲主耶稣，历史伫你的手中，阮不过是你的器具尔。所以因这8个人因为拢是敬畏上帝的人，因结合成做一个好的朋友，推动这个法案，影响整个英国的发展。后来甚至去影响到美国。咱知影美国是林肯解放黑奴嘛，就是因这个法案开始通过了，较影响到美国，影响到全世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好的朋友结连做伙。敬畏上帝的朋友结连做伙，会当产生真大祝福别人的力量。咱接续继续来看约拿单甲大卫，因2个人的第2个特质就是互相坦诚信任。坦诚甲信任是结交朋友上界重要一个原则。那有坦诚有信任会当结交到真好的朋友。咱看见着。约拿单甲大卫就是安尼咱看见着大卫真信任约拿单因为咱伫圣经中间看见着大卫几若遍被扫罗要谋害、要追杀，伊别人拢无去找伊保护帮衬，伊找啥物人？找扫罗的囝约拿单咱若照常理来看，这毋是请鬼摕药单嘛？老爸要杀伊，伊竟然去找伊的囝来帮忙。伊想讲，咱普通的拢会怀疑讲，这囡仔敢会去听伊老爸话？特别因中间有迄利益的冲突嘛，拢王位咧相争嘛。所以，但是大卫信任约拿单，伊相信约拿单会保护伊，所以伊无怀疑，伊信任约拿单，那亲像信任家己同款。另外呢，毋简单，大卫信任约拿单。约拿单更加信任大卫，伊将伊一切拢交互伊，将伊的王位，将伊的厝内底的人，所有拢交互大卫。伊要求大卫伫伊死了后，毋通断绝伊的家庭的恩惠。伊知影上帝要竞选大卫做王，所以伊祝福大卫，伊恳求大卫会通保护伊的好的。咱看见着大卫有照伊的约束，照顾伊的囝儿，所以2个互相信任的人，会当成做上介好的朋友。坦诚甲信任是维持友谊上介好的原则。咱若要做别人的好朋友咱就爱维持这个原则因为要破坏友谊，就是讲白贼讲白贼会当破坏人甲人中间的关系而且你若一旦一遍讲白贼了后一遍叫人发现了，后一遍要恢复原本的感情是真困难的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原则。第3个原则，咱看见着因拢有维持一个咱信用上界重要的原则，就是听别人亲像听家己同款因中间的友谊毋是建立任何利益中间咱看见着圣经安尼写，讲约拿单的心甲大卫的心互相契合。约拿单听大卫，那亲像听家己的性命。甚至咱看见着因第一遍见面了，伊就受大卫深深的吸引，因就决定要成做生死之交。约拿单做一件代志，伊是一个战士但是伊当场脱落伊的衫，交互大卫。然后将家己的剑架、刀弓、腰带拢交互大卫。咱来明白战术上界重要就是身躯的装备嘛。但是约拿单将这个拢互大卫，表示伊听对方那亲像听家己同款。
甚至咱若看到撒母耳年纪上悬20枪中间，即边扫罗吼真生气啊吼，就骂即个约拿单，因为约拿单拢一直维护大卫啊，伊来骂讲吼，你这个精生啦吼，你这个畜生啦吼，即马你搁徛伫大卫迄边，吼，实在是真见笑吼。兼讲你毋知影，大卫活一天，你就永远毋免想要做即个国家的国王。所以扫罗来讲啊，真清楚啊，大卫一定，若大卫老咧，伊就无可能做国王。但是约拿单有缘维护大卫，因为伊疼大卫超过疼家己，这就是真正的友谊。也因为安尼吼，咱看见着这款的友谊吼，伊互约拿单会当勇敢选择公义啊！伫圣经的描述中间，咱看出约拿单毋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人，伊无互家己的迄个对厝内底人的情感超越过公义。伊知影家己的老爸所做的是毋对的，所以就劝伊老爸吼停手，毋通阁继续安尼犯错。因为这是违背上帝心意的。所以，伊毋是干那伫伊老爸面前替大卫辩解，伊期待伊老爸会当毋通继续犯错。这就是种公义的疼，疼是无违背公义的原则。约拿单伊超越过亲情，选择了公义。所以咱看见着因两个人的友谊吼。咱今日讲即两个人的友谊吼，咱毋知敢会欣赏大卫讲，一世人会当交到即个真好真好的朋友吼。咱若会当交到一个亲像约拿单即款的朋友吼，实在是咱一生真大真大的祝福。但是咱毋免欣赏大卫，因为上帝替咱安排一个最好的朋友。即个最好的朋友吼，毋是干那一个人好的朋友尔。伊是所有愿意顺服伊、信叹伊的人的好朋友。主耶稣对咱讲：吼，恁爱彼此相疼，亲像我疼你同款。这是我的命令。人为着朋友牺牲家己的性命，世间无疼比这较伟大。恁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上帝看见咱人的软弱，替咱安排这个最好的朋友。伊为着疼咱，献上了咱的生命。咱等下要供守圣餐，咱搁一遍来思考，主耶稣基督安怎拍破伊的身躯，流出伊的宝血，为着咱牺牲。特别今仔是大降节的第二主日，咱点到第二支紫色的蜡烛，这个蜡烛是代表信心。如果咱若拥有信心，咱将咱的心门拍开，欢迎这个最好朋友耶稣基督进入咱的生命中间，伊会为咱带来改变，成做咱一生真大真大的祝福。请咱每一个人拢来把握这个最好朋友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将主耶稣基督赏赐予阮，伊疼阮超过疼家己，为阮牺牲了生命。主啊，阮恳求你，互阮每一个人会当拍开阮的心门，认知主耶稣基督降生伫阮生命中间，成做阮一生的帮助甲祝福。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